冬天飯餸轉眼就凍，Yohome暖餸店可以一直食到溫暖飯餸，好似餐墊咁柔軟，可以浸洗嘅暖餸店，Yohome及時暖暖餸店全新上市，開機後15秒有暖感，整墊均勻發熱，可以同時放6件餐具左右，滿足屋企一家人嘅用量。團年飯、朋友聚餐都唔怕食到凍飯餸啦。40到100攝氏度7檔溫度可調，實現多種用法。100度用嚟飯菜湯保溫，40到50度解凍食材，50到70度啱用嚟溫奶、微暖面膜，70到80度就適合茶保溫、烘乾果、暖衣服。Yohome暖餸店創新分離式設計，電控盒用乾布擦乾淨，直膠墊帶 IP79 防水級別，成張都可以拎去沖水，慳時間又方便。定時保溫功能，最長可達12個鐘。預先 set 好時間，屋企人即使夜晚晚歸都仲可以食到暖飯暖餸。唔揀餐具材質，錫紙、陶瓷、PP 奶樽、玻璃、搪瓷、不鏽鋼、石鑊都可以放上去保溫。一個小貼士，用可以直接貼底嘅餐具，保溫效果更好。2.8mm 厚度同一枚硬幣嘅厚度差唔多，用完之後捲起身就可以收納餐邊台、廚房櫃或者塞入櫃桶都完全冇問題。仲有好多安全人性化小細節，防燙腳墊，保護台面。發熱界限提醒，使用唔易燙傷，貼心銅鎖保護，防止誤觸。攝氏度、華氏度一鍵切換，整機通過 CE 認證，安全有保障。Yohome新品及時暖暖餸店，多啲時間同屋企人慢慢食暖暖飯餸。